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小小美食家益力多，作者阿粒。大家有冇飲過益力多啊？原來發明益力多係一個日本人嚟㗎。喺好耐以前嘅日本，有一個醫生叫代田醫生，佢每日都喺醫院做嘢，每日聽到最多嘅就係小朋友肚痛唔舒服嘅喊聲啊！醫生，好肚痛啊！小朋友，我知你肚仔唔舒服㗎，但你飲咗唔乾淨嘅水，肚仔入邊有壞細菌啊，所以令你肚痛咯。醫生會盡力幫你㗎啦，放心。以前醫藥冇咁發達，好多小朋友因為食咗唔乾淨嘅食物，或者飲咗污糟嘅水，加上營養不良，好多小朋友都患咗霍亂或者係痢疾呢啲嘅傳染病，仲有機會失去生命㗎。所以代田醫生希望我唔單止要醫治病人啊，我更加要令大家唔好病。我哋唔應該等到病咗先醫治，應該要預防患上呢啲病。於是代田醫生每日都去實驗室。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。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。